好，起跑嘅時候咧，就泰國選手彈咗出嚟先嘅，裏邊線啊，安川飛翔咧就暫時領先嘅。我哋睇下兩位香港選手可唔可以壓到線啦？哇，差唔多喎，幾位有冇機會第三？有機會第三喎，郭俊廷。有機會第三喎，有機會喎。咁啊，啱啱衝線時間10秒28。係啦，個風速就0.2嘅。咁呢度咧睇翻個慢鏡啦。咁啊，安川飛翔咧留埋，原來去到決賽先嚟啦。咁啊，代雲宇咧就係過咗去呢度。咁兩位，哎呀，佢跌咗出嚟。第三啊，有機會第三喎，真係。第二定第三啊？應該有機會第三啊！睇下兩位中國隊就一定係有獎攞㗎啦。3位選手都係我哋中國嘅中國香港同中國隊嘅選手。等一等，大中出最後嘅時間，好緊張啊！係啊，真係。第三啊，真係好。有冇機會為我哋爭取到一面嘅銅牌咧？係啊，都聽到下邊歡呼緊喎！而家大家咧都影住就係睇下出邊個係第3名。大家都係凝聚望住個熒幕，因為依家其實咧應該即係成績部嗰邊咧都係即刻拉線睇下，即係放大個鏡頭係好近，因為大家都所以就拉線做一個最準確嘅一個成績，咁第一名就應該係代宏宇㗎啦。係第2名喎，犀利！哇！我而家現場歡呼啦已經。第1嘅郭俊廷就第2，第3反而係日本選手喎，安川飛翔。我哋中國香港選手郭俊廷，哇！攞翻1秒35銀牌。